大家平安。伫这个时阵，大家拢会讲圣诞快乐。恁拢还无讲。10月25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日，特别是最近的年轻人遇到有生日的时候，大家会预备一个圣诞 party。3年前，我们那个教育馆还在。有一次，我经历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生日，结果他的同才戚友为他庆生我下令说以后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在士林长老教会第一次下令，安怎庆生恁知无？以前你看人个庆生安尼半暝出去外口踮咧，甲伊安怎人迄一回事。讲甲迄个囡仔毋是甲迄个生日相去互绑个遐，绑个咱迄阵有椰子树，然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拿蛋糕给他怎么样？我们在教育馆办公室里面听到外面很快乐，但是听还有人在那哀叫，出来看了一看呢。我就跟他们，后来应该没有这个了嘛那个青少年团体，我说以后不能够再用这种方式庆生。他说：“牧师啊，你想落伍了，这种游戏都快退伍了都快退休了，已经玩一阵子了，都快退。我说那就现在开始退休不能够在士林长老教会。但系列的时阵有真侪无同款方法来庆祝，但是上重要的就是盼望在一个生日的时候，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领受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刚才讲这个人生日来到这个世间，边的人都有关系，无论是厝内的人、家里的人，或者他的朋友。或是在他生日那天，伫生日迄天盖3个爆顶。所以为什么咱伫生日的时阵，咱会讲要做生日？做生日真正不是为了去吃鸡卵糕，不只是为了吃那个蛋糕，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在生日的中间，帮助我想到，借着看得到的朋友、家人，想到妈妈、爸爸当初生我的时候，当初我出世的时候，妈妈安怎来怀孕10个月。安怎经过迄个课堂，然后爸爸妈妈安怎培养栽培，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特别是上帝，通过各种方式，上帝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恩待，互我行过死荫的山谷，袂惊灾害，互我会当进入青翠的草坡，真正享受到安静的水边。咱的一生拢会亲像诗篇23篇，我们都会像诗篇23篇。以色列第2任国王大卫的信仰告白一样，不管你年轻或是年长，你会经历这个过程。特别是当你面对死荫的山谷，你会经历到那个死亡的威胁，甚至一种莫名其妙孤单的恐惧。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这不只是你在出社会要工作以后才会有。我知道有人在小学，有人在中学，有人在大学就已经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你唔那干来面对死荫的山谷，你该面对最对敌。大卫的敌人，代表的对敌是在战场顶头。大卫的敌人是在战场上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有我们的敌人，咱拢有咱的对敌。迄个对敌可能是在给咱踢球的同学，常常就是给我们霸凌的同学。那个敌人可能是在同事之间，常常想要踩在我们的肩膀上往上爬，然后在老板后面打小报告的那个同事。那个敌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倒垃圾的时候懒得多走一步路，就放在电梯旁边等着别人拿。那个敌人那个对敌，看他亲像充满在咱的四周围。为什么那个对敌，互咱安尼就无想要去看伊的面，活在万分的中间，所以你头夹不起来，不想见他了，对不？碰到对敌，你根本都无想要看到伊。敌人你不想要看到他，那个对敌用各种的方法显明在咱的四周围，但是代表人讲，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什么？在对敌的面前，你给我摆设眼下。摆设眼下意思是啥？是原来迄笔来文的意思讲，在对敌的面前，你让我的头抬得起来，我敢看他，我敢跟他面对面。在这个困境，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我能够跟他面对面。我可以迎战他，而且我可以昂首站立在敌人面前。等我碰到困境的中间，我会当徛一条。所以，咱伫12月25，唔那干那是要经历每一个人的生日来呢。12月25，咱特别
要经验一个甲世界普世人类大家人拢有关的一个人的生日，就是主耶稣。这个耶稣的生日，不只是我们某个人的生日，跟家人、跟朋友生日而已。这个耶稣的生日跟你我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2段经文，第一段我们在起印的时候已经把以赛亚书第9章读过了。那个背景在告诉我们，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极大的挑战，面对北边亚述，面对外来这款帝国压力的中间。因知影上帝要给因一个愿望，上帝要给因一个愿望。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刚刚我们是用台语版的圣经，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第7节，他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特别说他的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前2个礼拜在说的以马内利有另外一个名字。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测试，特别是奇妙的测试。大家讲，伊是奇妙的魔术，啊，是咱今麦咧讲是一个鲜明的导师，鲜明的导师。他再讲到，也就是说，这个信仰跟我们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的生活中间，在你的生活、你的性命中间，伊会互你知影头前要安怎行。这款的学习，就敢若好亲像我常常咧甲大家分享。阮家4个人，我们家如果4个人聚集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要去吃什么，后来我们都决定吃什么？啊？叫啥？火锅，我们都知道要吃火锅。台里也说火锅，安利也说火锅，然后许神道也说火锅。然后4票3票就通过，就吃火锅。但是中间呢，如果只有我们3个呢，会搁吃火锅不？会搁吃火锅不？那无牧师娘敢若苦心多带着安尼，会搁吃火锅不？将来唔捌吃火锅。啊，你讲安那就遐勉强，啊，为着牧师娘去吃火锅，唔是？他有道理。你吃火锅吃各种好多种菜，对不对？难得在那锅里面吃。非常多样性的，有肉、有青菜、有菇类、有豆类，那你只要不喝汤就好嘛。卖假黑公听讲唔当啉汤要，那这样的话会很健康，它是有道理的哈。所以当阮4个，因为即马拢爱约时间食饭啊，4个食饭哦，10摆9摆拢是啥？10摆9摆拢是火锅，拢是火锅。啊，食火锅啊，重要唔是食什么，就一家人。一起谈聊天，一起说话，真要紧。最近加班是为了要讲话，不是要讲要啥。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三甲斗阵久的时阵，你会将对方的心意放伫你家己的中间。你做的决定，你走的方向，你所考虑的事情，常常会有对方的想法，常常会把对方的元素加进来。常常会把对方元素加进来。天父上帝创造了我们以后，他把世人的元素放在他的心意里面。他把你我每个人的元素，你生命所要遇到的事情，都放在他的心里面。因此，他在历史上面，上帝的历史顶头所行所做的代志，虽然无法度明白，但是他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特别在这件事情上面，讲有一个囡仔为了咱出世，有一个婴仔为了咱出世，为了你我来出世。咱讲12月2号是耶稣生日，为什么跟咱有关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我们生命前面要走的道路，已经早就在上帝的心意中间。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所读的，它成为一个奇妙的测试，它就不只是在遥远的。天边哦，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我们有关系啦。奇妙的测试，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愿，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那反过来呢？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像第2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章，特别我们都习惯背金句14节，对不对？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但是记得第16节，同中还是第16节，从他的丰富，
第16站安尼讲，年轻人回去记得把金句背下来第16站特别是咱的第16站安尼讲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天父上帝，但是从他的丰富里面，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从他的富有，从他的丰富，从他的丰富里面，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反过来说，当上帝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放在他的心意、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反过来说，我们就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以便于在我的前面的道路上，在每一天的决定上面都有他的心意，对不对？反过来说会这样，这个就叫做关系。我们2014年士林基督长老教会在提到我们的主题目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那年还记得吗？那年叫做整个基督教信仰圣经合成一个字叫什么？2个字，关系。爱在关系里面，爱不会真空，不会抽离你的生活。爱不是一个想象，爱不是一个感觉，它是在关系里面实践。这是从天父上帝他开始做起，不是我们回应他，不是我们做起，而是他开始，为了展现他的爱，让关系重新来建立。原本我们犯罪离开他，不认识他，这是天父上帝他启动的，他启动了这个爱在关系里面，或这个听的关系中间临到咱的里面。这是为什么？咱最近在12月25圣诞节，大家三个组织，无论咱临8以外多，这个性命的约在咱的中间。爱在关系里，这是一个生命的约，在我们中间，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2段经文，所以这个约就非常重要咯，约不真重要。咱若要买卖厝的时候，咱得签契约，对不？买卖厝签契约，契约了的时候，你看边有一个人在创啥？这是干什么？还有一个人什么？我不敢弄太大，所以把它放在角落的地方怕那个太血腥。在台湾在台湾人常常讲，我就抓就抓人，都不会去到站，前面靠不赢这个会被环保局抓这个是虐待动物是还是怎么样？公开太血腥了。可是要表达什么？这个用就抓，用启示的态度表达他的永远，表达他的永恒性，表达我要照这样来做。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我永远爱你，那是希望有一个约的关系这是希望有一个约的关系。前一阵子日本有一个媒体做统计问千几个女性，问了1000多，这个特别是弟兄想要恋爱你要注意这个。他问了1000多个女性，问他们说你怎么样知道你跟你的男朋友是男女朋友？你怎么知道？问女的全部都问女的，你是安怎确定讲你跟那个查甫是要做男女朋友啦？然后当然就有很多啦，比方说我们2个人单独约会，有的人不过很少，大概只有5%-6%觉得2个人单独看电影、单独吃饭，这个就是男女朋友，很少。也有说他牵我的手台湾话讲牵手都变样。变牵手嘞，他牵我手，那个也大概有5%-6%，还有大概10%左右说接吻查甫乱来时阵小金讲接吻，大概也差不多只有10%。这么多1000多个的姐妹女性里面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要成为男女朋友？有超过一半说什么呢？我们有讲清楚，我们要一起向前走。讲清楚有讲呢。有讲出来，也就是讲，不是靠感觉，不是靠那个 feel， 而是我们有讲出来。有大概一半的女性说，我们有讲出我们2个愿意，一起走，不是说要结婚，而是说我们要愿意成为男女朋友。那这样的话，生活中间就不同喽，对不对？也生活都无同啊。当这个兄弟跟这个女的到底的时候，其他的女的对他来说是美女，但是唯有这个是我要跟他一起的当姐妹你出来还是会碰到很多，你赶快来碰到做其他的查甫的，其他的人身体给你撩，不过你知道，独这个
是我要甲伊做阵，即马要做阵做男女朋友要行的。我觉得真要紧甲讲出来，约需要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咱咧讲到性命的约，有完共款，咱要甲表达出来。咱甲上帝中间一个性命的约，咱嘛要甲表达。上帝用救助的方法，用伊活命的约放伫咱的中间。上帝以启示的方法，用这个启示的方法把他的约、生命的约放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了。上帝怎么用呢？他造了太阳，造了月亮，造了天地，安排了天地的这个定律，跟我们立约，所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的自然律。这是生命的约最基本的开始。生命的约呢，他在这个所有的创造中间，他选了一群百姓，然后他跟他们建立了一个约，跟建立一个约。这个约一个很有律法，那有律法高背一个讲，这个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是从心里面的。我们今天有人要受洗，不是因为行礼如仪那些条文、遐个经文叫我安尼做，我就安尼做，不是，是对我的心底，对心底，从心里面。男女朋友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讲好我们要在一起，所以我就勉强跟你在一起，不是，是因为我有那个意愿，从心。所以耶和华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咧立约的时阵，伫咧以赛亚书特别讲，我要将这个律法写伫因的心内，一个新的约。这是上帝跟咱立的性命约。第三，上帝跟咱立的约，上帝跟我们立的约，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所以他在最后的晚餐中间，他有拿饼起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所以这是一个上帝跟咱立约。咱咧讲到，伊通过大自然跟咱立约。伊通过历史的事件，甲你我立约，你的历史事件甲上帝有关系哦。唔爱看以色列人，看你家己过去的故事，上帝安怎互你新的约出来？第三，伫咧你水里属灵的性命中间，上帝甲你立这个性命约。那安尼，咱就伫伊丰富的恩典中间。我们今天有人要受洗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要来回应上帝建立这个生命的约、性命约。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已经领受洗礼，你已经领受洗礼了，盼望你在今天再一次在上帝面前说我愿意。当有弟兄姐妹在前面要受洗的时候，你也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心内，过一拜甲上帝讲：是的，我跟你的关系，我盼望继续在这个约里面，而且因为这个约会带领我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定心明白上帝的心意。虽然我会碰到一寡挑战、困难、无明白的事，可能要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遐所讲的，到迄日的时阵才看会清楚。这个时阵真侪无明，真侪代志你无明。为什么性命会安尼起起落落？为什么亲人的离别拢是伫咧我无法度了解的时阵？为什么我准备考试遐尼好势，就是偏偏伫考试迄天早起起来头壳痛？为什么有太侪遮的代志？但是当咱立这个约了后，咱知影天父上帝甲咱定心，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我们盼望那个新的关系，让我们生命的方向更明确。所以洗礼是跟上帝中间一个很重要生命之约，它也带给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常说到基督徒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聚会的生活等等这些生活，我们在周报里面特别写到了4点。这个信仰在我的生活中间会实践出来，它会实践出来。信仰不是只有在礼拜堂，信仰在生活中会是这个信仰的生命关系，就好像结婚的男女朋友关系那么密切，是一个盟约、誓约的哦，有誓约的。第三，那安尼时我的生活都有规矩啊，有休困的时阵，有工作的时阵，有我在厝的时阵，有做礼拜的时阵，有聚会的时阵，咱常常拢敢若会记休困甲工作，袂记伫咧聚会中间，生活的作息敢若亲像创世纪讲有规律，有伫上帝面前敬拜，有伫咧家庭的中间的祭坛，这是咱的讲规律。第四是咱的献心，咱的奉献，特别是咧讲到钱的奉献。踮咧属灵教会，咱毋捌讲过奉献，但是我常常提醒一项，耶稣甲咱讲你的钱。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为什么？
我这3年外，若有要结婚的青年男女，拢会记得我甲因上课，拢讲这项。你们2个人不管怎么样的协调，但是有一件功课非常重要，就一定要记账，对不对？每天用多少钱一定要记账。然后呢，如果结婚以后2个人的钱最好变成1个人管。我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当然是分开管。我说那试看看嘛。为什么？因为当你的钱在对方的口袋，你的心就翁仔某敢不是安尼？你的钱若伫对方的落底的时阵，那伊甲你掌管，你根本就免烦恼讲你到底几本迄落银行账户嘛？你的口袋里面只要有一张提款卡就好啊！你要那么多干什么？你只要有一张提款卡，随时都可以用钱就好。那有一个比较会管理钱的人去管理啊。为什么要2个人都在那边？哇，把这个挑战很大，把这个会把你的心从上帝那边抓出来的东西为什么2个人都要投入那边？耶稣不是说过吗？一个人不能够爱上帝你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不是忽略这个就是爱那个，你不能够2个，不能够上帝跟什么马门就财力、钱财、利益啊！你不能够把上帝跟钱财2个都想要。你的心在上帝，你的钱会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替你掌管，全部都你的啊！你那不爱有上帝替你管钱。我嘛发现讲如果你的像牧师牛卡也要管，我那就烦恼遐多，我只要有提款卡就好，我就不需要其他的。如果是像我的3哥跟3嫂，我3哥比较会管，所以我3嫂他连提款卡都不用，他只要有现金就好，对不对哈？你的钱如果在上帝的那边，你的心才真的在上帝那边。这是咱你讲的，献心、献金。奉献你的生命，奉献你的身体来服侍，奉献你的金钱，一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在生命之约的时候，会展现出来功课。所以最后，在生命之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渴慕这个关系更好啦。我就渴慕这个天父上帝，虽然我认识他不是很深刻，但是我渴慕。为什么？我渴慕他与我同在，渴慕他同在。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出埃及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但是后来在旷野里面犯罪了，在旷野犯罪，所以上帝真想伊讲：恁家己去啦，恁家己去就好啊啦吼，我不爱跟恁斗阵啊。摩西甲上帝祈祷，跟上帝祷告不行啊，你派天使天军来都没有用，只有你跟我们同在这边，只有你与我们同去才有用啊。摩西很清楚。你找再多的代理人，找更较多代理人来我拢玩，我就是要你甲我三个比的，你有这款的无？当然人有限，但是咱嘛足期待，你所听的人一直甲你斗阵，你无期待伊找代理人来嘛？今仔日更较多美女，更较多迄落牛的人来，嘛无法度代替牧师娘的角色，对无？你就是望伊甲你三个比的啊，这是咱有限的关系，那何况在无永恒的关系中间，我们希望咱望上帝永远甲咱三合一。安尼咱再讲甲其他的百姓出来。第二，当咱的祈祷渴慕跟上帝同在的时候，咱望的是啥呢？这个祈祷咱常常会看历代志下这个祷告，我们称为叫做雅比斯的祷告，还记得吗？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背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还把它唱了一首歌。你捌唱这条歌无？雅比斯的祷告。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保佑我不遭受患难。”就是求平安添福寿啦。但是咱知原来的文不是在讲这个那样呢，不是在求平安添福寿，这个生活不遭患难。这句话原本是说保佑我不落入罪恶之中，保庇我无面对患难，是讲无陷落。刚才像祈祷文，好像主导文，不陷入罪恶当中。因为当我陷入罪恶当中，当我陷落伫罪恶中间，我想起我犯罪，我怨恨人的时阵，唔但我受苦，我边仔的人拢受苦，对不？当我陷落伫罪中间的时阵，连我边仔的人、听我的人拢会受苦。那跟我无关的人，伊拢会插我。我犯罪的时候，我陷入罪恶中，跟我没关系的人根本不会理我，对不对？他在旁边看好戏啊。但是爱我的人会因为我陷入罪中，他也难过，他受苦啊。所以雅比斯在祷告，为什么这种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出生，妈妈很苦，妈妈为了伊受真多苦，所以求上帝讲，唔通互我陷落伫犯罪中间，
唔通互我陷落伫个罪恶中间，直到听我的人不受苦。请记得这个。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台风要来，我们就祷告啊祷告。那祷告怎么样？叫台风转向吗？请记得，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求上帝让台风转向而已啊！转向我们台湾不受灾，谁受灾啊？咱若求上帝讲即摆风台真正转向了，哇！感谢主，听咱的祈祷，风台转向，这个就落入了求平安、添福寿这款的祈祷，唔是。咱要求上帝讲，莫互阮伫风台的中间受苦，唔那干那阮对不？伫风台面对风台，这是大自然的中间的事，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功课。但是在台风的时候，主啊，不止我们台湾，我们知道我们周遭，我们的菲律宾比我们还苦哎。有时候往北走，日本、韩国也苦啊；往西走，虽然说我们对他不是很那个，但是还会往福建、往广东去，他们也苦啊。所以伫风台中间，求上帝互阮无受苦，无受苦哦。这个我们就不只是在台湾了。所以记得啊，在这个祷告里面告诉我们，保佑我们不要落入这个罪恶之中。安尼上帝，那刚才三个地点，咱早会当有这款保证啦。第三个，渴慕盼望上帝跟我同在，为什么？让我能够常常知道认罪悔改。诗篇告诉我们这句话，这是大卫王当他犯错了，先知拿单跟他说：“上帝不喜欢你做错了，你犯了第7戒。”他跟上帝祷告，他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唔通让我离开你的面。大卫不是祈祷讲他不是祷告说不要处罚我，不要怎么样。他知道，他坦然，他知道他要面对审判，他要面对处罚，他要知道要面对那个结果，但他只求一件事情：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你怎么处罚我都没关系。你安怎？刚刚像大摆讲这男女朋友那冤家的时阵，咱讲好啦，看要安怎我就陪啊，我陪你安怎，但你莫讲要交我离开，对不？是不是安尼？因为你若真正疼伊，若真正翁仔某真正男女相疼的时阵。无论安怎好啦，我就想办法看会当保满这样代通掉，请你莫离开，对不对？天父上帝听咱，所以大必知影甲上帝求这项，你要安怎甲我处罚拢无要紧，毋过求你毋通离开我。这是当咱有这个性命约的时阵，咱会当甲上帝求的。同落尾，咱知影，当咱有这个性命约，我们进入这个生命之约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确要的，最让我会丢起来对这项，让我生命会跳起来的是这一件，因为2000年前耶稣就已经为我祷告了，2000年前耶稣就已经为你祷告了，2000年前主耶稣就已经开始为你祈祷，伊唔那为着伊的学生祈祷，伊个为着听我的门徒的话来信我的人祷告。约翰福音。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他在跟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伊讲，我嘛为着遐个听到这学生的话来信我的人哦。咱敢不是安呢？我们就是历代的听到了使徒的见证，然后我们来相信耶稣啊。所以2000年前，耶稣都已经开始为你祷告哎。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当你还没受洗的时候，如果能够今天让你有一个决心。明年我们24、6、80每个月双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圣礼典。你在上帝面前可以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约，所以我们求这个立生命之约的上帝不离开我们，不让我们的周遭的人受苦，爱我们的人不要因为我来受苦，而且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悔改的喜乐。我们的悔改会带给我们喜乐。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守这个生命之约，坚守这个性命的约。因为这个性命要帮助咱，互咱的信仰在生活中间会当落实起来。所以伫圣诗，咱最近来看138首，圣诗138首。伫遮咧，甲咱讲到这个生命之约非常重要，上帝道成肉身的一个功课。伊咧讲，耶稣原本是上帝，临到凡间来救世。所以如果是年轻朋友，你可以看看字，借着字你自己翻译，你就可以懂了它的意思，对不对？借着这个字，你就可以了解它。
咱嘛通过咱所吟的这个诗歌，帮助咱的青年朋友，帮助咱的下一辈，会当听到台语极其水的所在，以及这款的曲所带给咱心灵的一个感动。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约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磐石。咱最近起立来吟138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向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你。所以，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也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回应这个生命之约。特别我们相信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唔那干那伫领受洗礼的时刻。嘛，包括阮生活中间的每一个日子，拢要互阮经验着上帝你所备办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有主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甲阮三甲之地。愿含阮三甲之地上帝拢无离开阮，你会听甲恩典充满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